这个新闻，甲咱来关心电动车。驶电动车，除了讲爱了解甲注意的电容以外，敢讲连充电冒风险。昨暝台中市北屯区呢，一个充电的这个充电站呢，讲盗火，有民众发现讲盗火了，就话讲赶紧刹车，这是要提醒其他的车主。消防人员赶到位了，真紧就将火拍花，加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是讲这个详细盗火原因，爱搁做进一步的调查。 火是烧甲真厉害，消防人员赶紧拍火，大家人拢唔敢凊彩，因为无附进前变电箱，阁有爆炸声音。喂，移车啊！民众看唔是势，化工赶紧刹车。昨暗时9点半左右，台中北屯区的特斯拉充电站盗火，消防局接到消息，出动4架消防车、9个消防人员，阁有台电人员到现场断电。最后伫咧暗时的9点55分，甲火拍花，烧的面积大约是0.5平方公尺。 今仔日日时，转来到现场已经有封锁线，变电箱封烧甲乌密码，可见当时火有偌大。若充电站搁有紧急应变的指示，不过顶悬的文字若是无详细看，是真好看明。虽然这个事件无人受伤，不过充电站怎会盗火，详细原因搁要等火调人员调查清楚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